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时间来了。看到玉美老师做啲做瑜伽，做运动，健康，抬头挺胸，错冇？热心呢，教大家让老人做得冇嘅呢，唔會頭腦痛啦，做得安尼頭腦清晰啊，然後老人家動到嘅問題，引到嘅問題。唔緊呢老人家，後生人嘅咁樣，會老人失智啊，會頭腦痛啦，會動到安尼偏頭痛啊，冇精神啊，懶洋洋啊，也就所有嘅問題嘅安尼根源嚇，問題就都安尼降緊，安尼檢討，因為降緊呢係人頭腦到身體嘅高速公路。特別視察喺啲咩高速公路去視察，就神停通嘅啊！佢說降緊嚇，係緊繃，係硬高體嘅，會落枕啊，會令人艱苦啊！降緊呢嘅安尼來源呢，幫到嘅原因呢，就都檢討。佢說叫咩啊？教大家一樣嘅做當簡單嘅動作，要當有效哦。鄉親朋友準備好嘛？搓掌哦！假使你喺搓蛋呢方哈，同玉美老師同樣搓蛋呢1/3，安尼脊椎哈，安尼嘅安尼兩個搓掌來，安尼做運動真有效哦。好，人家搓掌來，第一安尼做降緊的體的動作，就係天天呢，好慢慢的呼氣，安尼下巴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下來，有時候呢，人就會玩到呀安尼頸椎氣節。好，特別會假使降緊啦，哈，特別安尼冇安尼老給伸展冇空間的話，我長骨刺就會縮嘛，強嘛。好，慢慢吸氣，頭啦，抬起來，一邊來開來，好，就吐氣，配合下呼吸哦，吐氣，好，慢慢的頭氣，吸氣。鄉親朋友，一隻動作當重要啊！哈，你記得咯，頭吸氣嘅，慢慢的呀，前面不用輕鬆下來，好，吸氣嘅時候呀，肚子抬起來，好，慢慢的來開來，咁看解到玉美老師啊！哈，頭吸氣嘅呀，下巴來下來。好，停差唔多3秒到5秒，留下後背嘅降緊呀，來開來。好，吸氣嘅時候呢，安尼，好，抬下巴，安尼來開呀，腋下淋巴，降緊呀。好，慢慢的吐氣轉來。好，也係體嘅動作。鄉親朋友記得了哈，玉美老師教大家瑜伽嘅運動係來自印度嘅喜馬拉雅嘅傳承，係當重要、當好用嘅動作，也係記得體嘅動作。體嘅動作呢，人家鏡頭冇停通，搓掌來，好，要下巴下眼舒展來，好，天天呢吐氣嘅時候，不用強鬆右片，好，來到一片嘅鏡頭哦，來到左邊嘅鏡頭。停一下下哦，停上有效哦，俾時間哈，好，慢慢頭氣吸氣，好，個搓掌來，頭腦個回正，好，慢慢吐氣嘅時候，同樣唔好安尼哦，安尼翻，然下巴冇來轉來，然一條嘅鏡頭呢就唔會做到按徹底哈，按沉，你搓掌來，下巴搓掌來，安尼固定呀鏡頭不用等。好，你不用等以後習慣嘢，你就可以搓掌來。好，慢慢的頭氣吐氣。好，看到到一片，來到一片右片，不用鬆左片，放鬆左側，延展右側。好，慢慢的吸氣。好，再來。天天的哦，天天的，好改到啊哈。你看，假使你這種。降緊當眼高的時候，那你反過轉來降緊當眼高的時候，人家右邊的數天數呀，好慢慢的安尼右數左數吐氣。鄉親朋友，同玉美老師向下做哦，唔好用看天天哦，用看身體唔會健康哦，做身體才會健康。好，你聽到呀？好，慢慢的吸氣，轉來。
好，做弯片哦，有左片再有右片，好，两片来做平均，好，再来吐气，一片，好，一片哦，左数右数来开来，来到那个右片的尽头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再来。还记得吗？安尼降紧，迄头脑个身体的高速公路，安尼一片迄通畅去的哈，啊头脑这样给氧气啊血氧量，好，将会到达安尼头部哈，好，也系听嘢通作哦，听来听嘢，好，第三个通作，同样安尼肩头不用等，好，不用张来，慢慢的下巴左片吐气，好撇过来，好，慢慢的，慢慢的哦，慢慢的。好，一片，来多一片，要按照扭转式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再来。那瑜伽的动作哈，就要慢，好，要停留，要配合呼吸，也系重点哈。好，过来哦，好，吐气，好，转到右片，好，慢慢的去感觉佢哦。好，你头脑莫按你弯过一片，张的。好，按你下巴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再来，好，压手不用了呀，好，这些固定压肩头，压肩头是烫发的、血管的，手就不用下来，就唔会，手就唔会按伸呀，手掌来去，吐气，转过来，好，好，慢慢的吸气。介多乡亲朋友，要做动作非常的好哦。唔会不落枕哦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也系第三个动作，第四个动作呢，乡亲朋友也系动重要，乌龟深情式，给乌龟啊，你话哈，给将近安尼来，将近安尼来，其实活400-500年呐，你这底下这动作有几重要的哈，因为老师手掌的本看了哈，肩头唔好停痛，手不用多呀，固定好呀肩头，好，下巴。来长了，好，真的耶，用头脑，后背上面有人来呀头嘛，数转来，好，安尼出去，好，转来，好，呼气，来长，肩头啊往后，好，慢慢的转来了，来转来，手张。好，那你手张的时候啊，张开改到哈，手张的时候，那头降紧，个身体成一直线，唔会弯腰驼背哈。好，张开了，来出去，肩头向后背，好，再来。好，平常没事情就可以按呢来。好，这上面个乌龟，你想象乌龟，好，按你来。乡亲朋友，要做动作，嘿，玉美老师给研究一些秘密，好，这些大半做降紧的动作，做完后要记得哈，降紧要稍微按摩一下，好，安尼黏啊哈，咱给安抚一下，因为来去都很的，好，也系降紧的给安尼部分哈，降紧的迄假使系硬高的话，又系来自于肩头系。很哈，人讲啊，1000斤重哈，安尼压比动态，肩头就硬高。故所人家哈做完安尼降紧以后呢，安尼做肩头讲多简单，右片、左片，右片下，左片上，好，那动向数吐气，动向数安尼感觉，乡亲朋友，你看哦，要通常按简单，问题很当然很做嘛。你当然很做呢，就会带保人身体的健康，因为安尼吐气，好吸气，停痛，就可以当然看电视，人家看那节目去啊，那看电视，看那客家电视台，按用心哈，制作动作的运动啊、健康的节目是，你就安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因为像跳舞一样身体挺痛啊！因为乡亲朋友，你同玉美老师看下做起来嘛，痛起来，好，安尼玉美老师身体就收起来，好吐气，好，你开始讲安尼知道太简单嘞，然后吸气，慢慢的向上高，好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膀不用强松，你可以用安尼肩头，好，前后
前后安尼停通啊，停通啊，健康按键弹，有发现冇？做按键弹，你这个用橡树机的方式，哈，都又可以赚钱呢。好，安尼赚钱呢，赚钱呢，赚钱呢，有钱所以有好。像这边也有空老玉美老师空下做嘛，有简单嘛，玉美老师哈，今年搞瑜伽听29年，我30年的时间呢，好累积安尼经验，用最简单、最精华的安尼方式，哈，老乡亲朋友分享，怎样诶，老安尼头脑可以。唔会头脑痛，可以身体清楚。好，还有一个秘密哦。卡斯人讲啊，老师，我无汗无体力啦，头脑已经痛到做唔得咧，冇办法做钢筋啊，做健康啊来唔出嚟。因为老师拿一支刮痧棒，好，一支刮痧棒呢，时间哈，那就可以做一片啊太阳穴，哈啊百会穴，好2片就。轻轻嘛，像书边看电视边按摩头部，你就可以吃到100岁哦。好，一下呢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撩一下哦，做深呼吸来透气哈，然后去给他做完的这种感觉，这种气全部在没入于，全部回到你内脏啊，滋养你的头部。好，一下今日那个运动时间就到了。乡亲朋友，记得咯，当日做今日玉米老师搞的讲健谈的通知哦。安子说，祝福大家。